你会做伙来遮，是毋是意思是你有这是无拍算啊？嘿啦，阮即摆咧找婚纱公司。原来我只是你的配角，无能力解释旧情的变化，踮伫感情的世界，想这是故事最后的主角，心碎的想无。向志玲告白一案，我是欢喜到一暝拢无困，我马上画一张，要亲手起厝志玲大的设计图，谁知影这个我放伫心内的梦，已经永远无可能再实现啦。我这就后悔，是安怎我对伊的心意，我以前拢毋捌向伊提起过。英俊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英俊，你现在不爱讲话。行水果，多谢呢，浩宇歹势啦，伊过来叫料理，甲领导当作是阮兜啊。